今天这位睿智车主到店体验的是惊喜，车主说那是总有一股难闻的味道，而且也太久没有惊喜过那师傅，特意找到我们。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每一天在路上艱苦奔波，流下了許多許多血汗。在這刻迷途在遠方他鄉，感謝你我聲裏伴我跨過，朋友以你。